今日行屯門隱世瀑布，喺菠蘿山平台向住上青山福地方向隔離嘅小路行。呢個山頭都好多蛇，喺草叢附近就要留心啲。沿路一直行到最尾，左邊有個路口入去。入到去一直行，千祈唔好行左邊嘅路上山，沿路一直行落山。一路行落山都係沙石路，如果你冇行錯路嘅話，望向右手方遠處會見到一個小型梯田。落到盡頭就會見到石澗，沿住石澗左手邊一直行。千祈唔好着啲跣嘅鞋行，就唔會跳石頭嘅時候跣自己落水啦。行到大石嘅位置，如果唔想爬上石頭，可以行右邊嘅小路，兜返去大石嘅上方。入咗呢條小路，馬上會見到一嚿石頭，上咗呢嚿石頭就可以落返大石嘅後方。呢度就係四疊潭瀑布啦。